新闻头起先来看，这台中市的第2分局侦查队一个警察，曾竟然是伫咧网络刊文章，讲要甲市长罗秀燕开枪。台中的警方是赶紧检方来侦办，检方今仔日是已经甲具体到案。网络社群出现这款的破文，台中市长罗秀燕的扛棒并曝光破坏，也写要对市长不利。警方调查发现，大部分的人是台中市2分局侦查队一名姓黄的侦查组，互分局认定情节重大，主动报请检方指挥侦办，也强化市长的维安。对于涉及人身安全之相关言论，已由刑事单位依法迅速侦处在案，另针对后续各项出席活动，均由保防单位加强相关情资掌握。认定黄姓被告涉犯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及第305条恐吓危害安全等罪嫌重大。检方23将伊具体到案性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警方表示，这名侦查组做警察3年，正经伫派出所任职，有几亿摆为民服务加组织记录。可上侦查组大约半年时间，也毋过陆续出现言行各样的状况。12月，除了向转介资上就医，警方也调整伊的工作内容。侦查队其实以我们警界来说的话，它是属于一个压力很大的地方。反正这个东西的承办人就是警局内部的人，那警局内部的人自然大家就不会相信，就觉得会被做记号怎么样的。他就是今天我如果去委外心理咨商，如果今天警局认为我有问题，要用这个理由把我调地怎么办？我的家庭会不会受到影响？会有这层的顾虑。警察工作关系推动协会表示，虽然警方有提供警员心理咨询，也毋过多数警员也是毋敢使用，加上轻无当，若拄到重大事件也是活动，真歹休假调息身心，叫做恶性循环。心情科医师建议，爱调整家己心态。没有压力是一个压力，太大压力是个压力，所以要找寻你每一个人能够承受压力的范围去做一些规划。医师表示，除了爱重视压力来源，也爱学习甲压力共处，搁适当转移注意力来调整。毋过，若影响生活，还是人际关系，都爱寻求咨商，还是药物来治疗。王视新闻采访报道。